了吧？这样，哎，干嘛有个？其实你做的蛮丑的。那我今天呢，又来到老场景，就是我妹的家。然后我已经绑好我的装备了，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开车。对，我今天等下玩马里奥赛车给大家看。没有啦，因为我妹最近她在减肥，哎，是吗？她也在减肥吗？对。然后她最近就是跟我讲说她在玩健身环，而且已经玩到很后面了。然后我今天就是来她家要验收她到底玩到哪里，因为我只玩过第一关最前面。后面听说很难。我不知道哎，大家都这样讲，说很累。好了，这样。对。哦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等级？不是，它50等的，可是它运动强度是20，这个42等，它运动强度是27耶。就是我。怎么有人3等啦？这是刚补到的宝可梦吧？那我就直接挑战林凡已经玩到，他已经玩到世界5了。进行伸展运动，不要！为什么不要？因为我很硬。今天也请你好好努力吧，加油！哆啦 A 梦4大师，听起来我中2，听起来很难哎。哎呦，这个很轻盈。哎呦，跑，跑吧！这样跑吗？对啊，越认真，他那个头发会越……这样，要蹲了。这样，干嘛有个？我有蹲啊！不是你蹲的那个屁股是往下。看一下你的卡路里好吗？我上不去。你刚骂什么？你刚刚老师的名字很特别。欧婆婆。Yes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累哦。这样吗？对，跑。哎，好让他头发飞起来。然后这个往下，这个他会教你。哦，你鼓励老师。遇到过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不可能30分钟结束。它有就是颜色的区别，如果是黑色的话，代表它不受任何颜色的影响。那对，可以切换攻击。我建议你从这个开始，这个有趣。太 Q 了吧！手没有动，手没有动了。哎，我的画面很可爱，可爱。健身会超可爱的。我的追音控要掉了。莫名其妙 Rico 又一直摇来摇去，那明明就没叫你摇。这样吗？哦，这个你知道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刚吃饱，他打胶。太久了。这是巨人螃蟹，这样子哦。这是不是很简单？打倒了，打倒。顶加好 Rico。小心别弄掉 Rico。哇，这个哇，它打这么久，它上面有一只脚。这个该不会是它的血条吧？我看我下面那个18，我还有18，有点丑。打太久了吧？还有17下，它还没死。它才半血。血太少了。腿部开合。放下它。哎，这是补那游戏里面人的血，可是我也是会损我的血。哎，其实你做的蛮丑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没有，就是大家就会在留言上笑爆啊。哎，这段帮我剪掉，我回血的部分。再来了，他说你在干嘛？你还好吗？他说你在干嘛？不要。需要帮忙吗？极光视觉的潜能吧。不是请你来当配音的。嘿，恭喜！后半段交了。对，这觉得有点太高。这感觉好像有点腿要给我的腿要给你，不然我还是要出，分工合作，你还是要跳。我不要。哦，对，我只要这样就好了。中间那个没有拿到，我就在这边看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？踏很强吗？还好，螃蟹最硬，踏攻击力比较高。所以他刚刚我帮你把螃蟹干掉了。不用谢。你那个很蹲哦。完美。他裤子太硬了，
接生哦。对啊，我是接生姥姥，迷嬷嬷。可以的，好，加快节奏哦。哦，哎，其实你有肌肉哎，你的手臂，蛮猛的。来，姐姐蛮美人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起来了。哎呦，扭腰的来了，太可爱了吧！超像一些抖音上面会看到的。要死了！可以，我觉得这一关我们就是卡死了，太稳了，太坏掉了，才赚15块。好啦，结束。好累哦。对啊，没干什么，也觉得很累呢。没错，我今天燃烧刚刚几卡45，大概有？2颗珍珠的热量， 15，就30而已。一颗珍珠。